一封擺喺檔案室深處，足足卡關咗全人類51年嘅密碼信，喺呢一日傳出咗被攻破嘅消息。3個嚟自唔同國家嘅業餘密碼專家，利用自己編寫嘅超級電腦程式，喺瘋狂運算咗數萬次之後，熒幕上原本一堆雜亂無章嘅異教符號、幾何圖形，突然間一個接一個變返人類睇得明嘅英文字母。當第一句完整嘅句子浮現出嚟嘅時候，在場嘅破譯人員背脊瞬間一涼。信入邊寫住：我希望你哋喺追捕我嘅過程當中得到好多樂趣嘅。電視台上面嗰個話我係兇手嘅人根本唔係我唔驚毒氣室，因為佢只會更快將我送去天堂，因為而家我已經有足夠嘅奴隸為我工作。大家好，歡迎嚟到移民調查局，我係探員 Emily。呢封信呢，就係歷史上最臭名昭著嘅 Z340密碼，而寄出呢封信嘅人呢，叫做12宮殺手 Zodiac Killer。佢喺60年代末嘅美國三藩市瘋狂狩獵情侶、槍殺的士司機，但佢最恐怖嘅地方唔係佢把槍或者佢把刀，而係佢極度自大嘅高智商心理。佢寄信俾報社，逼編輯將密碼登喺頭版，否則就繼續殺人。佢打電話去警局直播挑釁，佢甚至寄埋死者沾血嘅衫領碎片，去證明自己就係惡魔啦。過去50幾年，無數嘅廣東話節目都講過呢單案，大多數人都只係好似讀維基百科咁，逐個受害者數落去，略嫌平淡。今日移民調查局唔玩炒冷飯，我哋會帶你進入一個完全唔同嘅視角，去拆解呢個瘋子點樣利用媒體，點樣用一個手誤騙過全美最強嘅 FBI 50年。更重要嘅係，我哋會揭開由40幾位前特工組成嘅老人天團所踢爆出嚟嘅世紀真兇。今集移民調查局，我哋一齊翻開呢場與惡魔對弈嘅世紀棋局。要理解呢個傳說，我哋先將時間倒流翻去1968年嘅美國。喺三藩市一條偏僻嘅情人巷，一對年輕嘅小情侶正在車入邊談情。突然黑暗中走入一個戴住神秘頭套、胸前畫住一個十字圓圈符號嘅男人。冇多餘嘅對白，只有冰冷嘅槍聲。類似嘅情侶襲擊案接二連三發生，但正當警方以為呢個只係普通嘅劫殺案或者連環瘋子嘅時候，1969年8月1日，三藩市3間主流報社嘅編輯部同時收到咗3封一模一樣嘅匿名信。信入面，兇手用一種近乎瘋狂、毫無悔意嘅口吻承認：親愛嘅編輯，前幾日喺情人巷開槍殺人嘅就係我。隨信附上嘅係一串由408個符號組成嘅3段式密碼，後稱 Z408。兇手喺信入邊放低咗一個令全美國陷入集體恐慌嘅死亡威脅。我命令你哋必須喺本週5嘅報紙頭版刊登呢串密碼。如果唔登呢，我會由本週5晚上開始，喺成個週末瘋狂獵殺落單嘅人。我會一直殺，直到殺滿12個人為止。當時報社編輯頂住巨大嘅心理壓力，最終向一個殺人犯屈服，將密碼大字標題登喺頭版。幾日之後，一對普通嘅教師夫婦喺屋企用鉛筆成功破解咗呢串 Z408密碼。內容大意係兇手宣稱：我中意殺人，因為呢一個太好玩啦。但呢串密碼並冇透露佢嘅名。更猖狂嘅係，同年10月，佢喺市區槍殺咗一名的士司機 Paul Stine。呢一次全美震驚，因為喺案發幾日之後報社再次收到信入邊竟然夾住一塊死者沾滿血跡嘅恤衫碎片。12宮殺手用呢塊布向全人類宣告：我喺市區，我喺你哋中間。隨後佢附上咗全美密碼界嘅終極噩夢 Z340密碼。喺呢度想同大家停一停，拆解一個好多人都忽略咗嘅細節。點解呢個兇手要叫自己做12宮殺手 Zodiac Killer？呢個名
到底有咩含義？喺英文入邊 Zodiac 呢個字指嘅係佔星術同天文學入邊嘅黃道十二宮，即係我哋平時講嘅白羊座、天蠍座等12星座。呢個兇手每次寄信開頭第一句永遠都係好似機械人咁冷酷嘅自白。This is the Zodiac speaking。呢度係十二宮喺度講話。犯罪心理學家事後翻查佢所有隨機殺人嘅日子，發現咗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規律。佢好多次出手嘅時間都啱啱揀喺月亮週期嘅特定日子、星座交界日或者某啲特殊嘅節日。佢叫自己做 Zodiac， 係因為喺佢瘋狂且自大嘅妄想世界入邊，佢覺得自己唔係普通嘅殺人犯，而係掌握星盤生死、代天行道嘅星象之神。除咗名，最令當時美國人頭皮發麻嘅係佢每一封信結尾都會畫嘅嗰個自創暗號標記，一個十字圓圈 Beagle Plus。呢個符號到底代表咩呢？幾十年嚟，國際偵探有3種主流嘅解讀。第一，係狙擊槍嘅瞄準鏡，圓圈裏面加個十字，咁代表佢喺黑暗中已經用準星死死鎖定住全三藩市市民嘅腦袋。第二咧就係某啲名牌手錶嘅商標嘅。咁當時美國有一款好流行嘅潛水錶品牌咧，就叫做 Zodiac， 而佢嘅 logo 正正就係呢個十字圓圈。警方懷疑兇手極有可能擁有一隻咁樣嘅錶，甚至以此自我暗示。第三，亦都係最邪門嘅說法，呢個係一個古老嘅宗教符號——太陽十字 Sun Cross。喺古代神秘學入邊，呢個符號代表宇宙嘅秩序、生命同死亡嘅交替。為咗解開呢個自稱星象之神嘅密碼， FBI 甚至出動咗軍隊嘅解密專家，動用咗軍事級別嘅大型電腦去運算，但每一次得出嚟嘅結果全部都係一堆亂碼。到底 Z340 邪門喺邊度啊？直至到2020年底，由3位民間業餘專家利用大數據分析，先至合力捉到咗十二宮殺手嘅狐狸尾巴。原來十二宮殺手用嘅唔係一般嘅字母替換法，佢用咗一種極度複雜嘅雙重轉字加密法 （two-step transposition）。咁首先，佢將篇文章塞進一個20行17列嘅方格矩陣。正常人寫密碼係由左至右、上至下咁寫，但係十二宮殺手唔係，佢採用咗一種叫對角線大跳行嘅走位，即係你睇完第一格，你幫人睇右邊，你必須向右移一格，再向下移裝2格，好似國際象棋嘅馬步行咁跳躍去讀下一個符號。單係呢個跳行規律咧，已經有成千上萬種可能性啦，足以令當時70年代嘅電腦燒機。但呢個仲唔係最絕嘅，最令 FBI 吐血嘅原因，竟然係因為兇手嘅一個低級手誤。解密小組發現，十二宮殺手喺手寫呢幅20×17嘅密碼方格時，去到某一正中間嘅行數時，佢個腦可能突然短路咗，佢居然漏咗一格，導致後面所有嘅符號全部移咗位。呢個就形成咗一個巨大嘅黑色幽默。全世界最聰明嘅 FBI 密碼學家，最頂尖嘅超級電腦，全部假設呢個兇手係一個完美、嚴謹嘅高智商罪犯，用盡所有完美嘅數學公式去算。結果因為兇手自己寫錯咗一個字，導致所有科學規律全部失效，完美嘅公式去算一封有錯字嘅信，得出嚟嘅永遠只有亂碼。直到2020年，呢3位工程師意識到呢一點，手動將中間寫錯移位嘅嗰一格修正翻，然後再跑對角線規律，轟一聲，惡魔嘅信件終於喺51年後重見天日，亦即係我哋開頭聽到嘅嗰段，我唔怕毒氣室，因為佢只會更快把我送去天堂。但係當大眾興高采烈，以為密碼破譯咗就可以知道兇手係邊個嘅時候，大家失望啦。信入邊依然冇名。
既然信件冇寫名，警方當年嘅線索又斷晒，呢單案係咪就此完結呢？過往所有講十二宮嘅電影或者節目，永遠只會鎖定一個嫌疑人 Arthur Lee Allen 阿瑟萊艾倫，但實際上警方驗過佢嘅指紋同信封上嘅 DNA 全部不吻合。艾倫喺1992年死咗，案件再次陷入死胡同。但係近年 True Crime 界爆出咗一個地動山搖嘅消息，一個名為 Case Breakers 破案者嘅民間調查組織發表咗一份震驚全球嘅調查報告，宣布佢哋已經揾到咗十二宮殺手嘅真身。更震撼嘅係呢個組織嘅背景，各大國際媒體當時都用大字報報導，40位前特工聯手踢爆十二宮殺手真身。呢個組織裏面咧，確實集結咗大約40幾位退休嘅 FBI 高級特工、陸軍情報官、法醫同犯罪學專家。佢哋指出，真兇就係一名喺2018年已經過世嘅美國陸軍老兵加里弗朗西斯·波斯特 （Gary Francis Poster）。呢40位特工攞出咗2大鋼鐵般嘅證據：一、頭部嘅疤痕吻合。根據當年幸存者對十二宮殺手嘅口供，兇手額頭上有幾條好深嘅傷疤，而特工們就揾到咗老兵 Gary Posty 後生嗰陣喺軍隊嘅相片，發現佢額頭上嘅疤痕位置、形狀同警方當年嘅通緝畫像一模一樣。嗰條疤痕係因為佢年輕嘅時候經歷過一場嚴重車禍留落嚟嘅。二、名就係加密鎖匙。特工們發現，如果將 Gary Francis Posty 呢個名拆開，當成加密密塞進十二宮寄俾報社嘅其他未解密信件入邊，嗰啲原本毫無意義嘅符號，竟然可以完美組成一段有邏輯嘅句子，巧合嘅機率低過100萬分之一。聽落去，40位前 FBI 同情報官聯手，又有疤痕又有密碼，係咪一錘定音、鐵證如山？但喺度要帶大家睇清一個好殘酷亦好精彩嘅現實博弈。喺呢份報告發表唔夠24小時，官方嘅 FBI 同三藩市警察局立刻出嚟打臉，宣稱案件根本未破，唔承認老兵係真兇。點解官方同民間有咁大嘅分歧？首先，呢班所謂嘅特工天團雖然背景赫赫有名，但佢哋依家已經退休，本質上係一個獨立嘅商業組織。有犯罪學家質疑，佢哋有選擇性使用證據嘅嫌疑，甚至為咗之後出書拍紀錄片嘅流量，有夾硬定罪嘅商業炒作。而且呢個組織之前調查庫柏劫機案嘅時候，亦都曾經高調指控某人係兇手，最後卻被官方用 DNA 證實搞錯咗。而官方唔承認嘅，一方面係法律上缺乏 Gary Posty 直接喺案發現場留低嘅核心 DNA 證據，另一方面亦都有人認為係官方嘅面子問題。有前特工私下透露，警方遲遲唔肯承認 Gary Posty， 係因為如果承認咗，就等於向全美國人承認當年嘅三藩市警局同 FBI 係一群廢物。因為喺70年代，其實一早有基層警員懷疑過 Gary， 但係因為跨區域情報唔流通，加上高層嘅傲慢，深深放走咗呢個惡魔，任由佢喺加州安享晚年，老死病榻。官方無法承受呢個歷史污點。Gary Posty 到底係咪真兇？喺官方未點頭、未有鐵證核實之前，法律上佢依然只係嫌疑人。跟回頭睇整單案咧，你分發現十二宮殺手最犀利嘅地方，從來都唔係佢開咗幾多槍，而係佢成功喺人類嘅歷史、大眾嘅文化入邊，為自己刻下咗一個永生嘅惡魔符號。佢可能一早老死咗，化成咗灰，但係每隔幾年啦，好似2020年密碼破譯，2021年老人天團指控，大眾依然喺網絡上面為佢瘋狂辯論。有無數嘅電影以佢為原型，無數嘅工程師寫程式去算佢嘅信，無數嘅網民喺深夜翻海嗰啲異教符號。佢將自己變成咗一道全人類都想解開嘅謎題。只要官方一日未俾出大結局，十二宮殺手就永遠活喺人類嘅好奇心與恐懼之中啦。
真正幫佢完成呢場完美犯罪嘅，唔係佢嘅高智商，而係大眾嗰種放唔低神秘感、放唔低刺激感嘅人性。我哋在追捕佢嘅過程中，確實為佢提供咗幾十年嘅樂趣。你又點睇？你覺得呢個額頭有疤痕嘅陸軍老兵 Gary Posty 到底係咪真正嘅12宮殺手？定係你覺得真正嘅惡魔依然隱藏喺更深嘅黑暗之中，睇住大眾盲目猜測而冷笑？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你嘅推論。如果你中意呢種硬核、深度嘅罪案解密，記得訂閱我哋。呢度係異聞調查局，我係探員 Emily， 用故事講傳說，用真相拆人心。有啲謎題未有答案，但只要你開始思考，真相就離你不遠。我哋下集見啊！